给我一杯忘情水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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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是我的全部。老刘，钥匙掉了。什么情况？老铁们啊，今天就不给你们开什么2万，今天来个5万，看好了啊！嘿嘿。老铁们，先给个3级666，来点下面加号的，你加号点一下啊！哎呀妈，干嘛垃圾？看我的！别跑！我瘸子嘞！你他妈瞎呀！这样走路不用玩手机，老是玩。你他妈瞎！你不玩手机也瞎，撞死一个傻子！来吧，钢筋不换之身，来吧！瞎呀！今天我给大家表演一个独门绝技，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。好。这种场景，新娘的抬高一点，新娘把腿抬高，身体前倾，新郎扶住一下。哎，干啥呢？哎呀，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啊好。阿彪，呢度。哎，呢度，喂，阿彪。你瞎呀！没看
车往前挪一挪呗。挪车20。啊，行，哎，挪一挪。哎。我经常惹你生气，今天我帮你洗脚行吗？我不会洗澡，你个傻逼，不会洗澡。反正我都是傻逼。我会回来的。大哥舒服不？舒服。哎呀，你莫讲小兔子的。到你那个干嘛？我告诉你，我包容你、忍让你，不是代表我没脾气。你不是老是说我没脾气吗？今天让你看看到底什么是脾气。干嘛谁呀？有病！演的不？演的不？谁有的？我操！演的不？你们今天就搁这嘎跪着啊！一天你喝的五迷三道的，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动一下，我他妈打死你！来！一个人慢慢的向前走，我距离那些双人歌。大姐，钱包拿出来。大哥，你给我留100吧，留100吧，我真的是弄留100。拿去。妈的，日你妈！给我站住！给我站住！想开没？无言对不对？男人不管什么情况下，都要保持点帅气的发型。什么这个？